士多嘅汽水賣，有凍肉、雪糕、杯麵、薯片。呢間係髮型設計，做咗倉，應該個髮型屋冇咗啦，變咗條倉。呢隻係咩？孖條啊！ Twin Rocket 有2條棍嘅喎，可以擘開嚟食喎，13蚊。即係雖然唔係以前嗰種孖條。長洲方便醫院啊，個牌仲喺度，但係嗰個醫院冇咗㗎啦。有個雀巢定蜂巢喺度啊，個醫字上面應該係雀巢啩，但係就唔見有雀仔喺度啦。早晨啊，早晨啊！多多麵，呢間都係坐露天，呢度都後面係咪茶記啊？可以坐出面，不過佢閂門咯，應該佢執緊嘢咯，係嘛？睇下先，唔係仲做緊生意嘅。牛尾飯65蚊，叉燒炒油麵62蚊，咖喱豬頸肉飯60蚊。後面都有啲茶餐廳。早晨啊，早晨啊，都係拉打嘅秋團啊，感謝啊！已經拉打開返台啊！有機會啊，睇下先。之前見好似隔咗幾年冇開啊！相隔咗好幾年啊！係啊，六點到啊，6點應該大概6點到啊，要收台6點零。等人接力啊！雖然未知會唔會開到咁耐啊，因為嗰啲網絡，睇下個網絡情況許唔許可。但係最遲可能7點前已經要收隊。試下同補資源錯配啊，浪費資源。
一齊開腳力嘅用一樣咁多，即係兩個人嘅腳力，但係又唔會話訂閱啊嗰啲又唔會多咗。分開咁開，起碼兩邊各有支持者啊嘛。然後你哋又會日日都有台睇咁樣，大致上日日都有台睇咁。如果下下一齊開，一個禮拜開2日3日㗎咋。以前本身星期六係000開嘅，星期六係000嘅日子啊！佢通常去踩單車，佢就唔知做乜鬼而家唔開啊！嗰條友傲嬌啊！嗰條友傲嬌啊！佢明明咧太陽好猛咧，佢自己睇唔到 chat room 咧，佢又覺得chat room 冇乜人講嘢喎。咁你都睇唔到 chat room，即係喺烈日當空佢睇唔到，咁冇計。然後佢轉個頭話：都冇人講嘢。長洲首間女士專用健身室，24/7 Ladies Fitness。唔知啊，佢條友好難嗌得喐佢啊！明明佢自己難約喎，跟住佢又話約唔到人同佢一齊開台喎。我嗌佢，嗌佢落嚟食茶餐廳，佢又唔嚟。佢坐喺嗰啲路邊酒吧，佢落嚟佢又唔嚟，佢又話約唔到人。唉。學咗幾耐踩單車1 day， 即係你講由唔識，完全唔識到識就1日。僆仔嗰陣時，小學唔知2年班咁，1、2年班咁上下。喺嗰啲村屋嗰啲地方，粉嶺嗰啲，即係而家乜叉龍躍頭嗰邊咯，鏟晒啦嗰啲地方。求其有個荒地咁，有個斜路仔，自己踩住部單車，自己喺度碌下喺度學咯，學下平衡到咁就識㗎啦。有個輕微嘅斜路，由上而下咁樣碌下咁樣咯，碌下就識咯。
我哋順便去個廁所先。呢度咁方便咧，如果呢度唔去，又唔知幾時先有嘅，記得去。呢度咁方便，連個直播都唔使熄。新開喎呢間青雲斬粉麵飯，上次嚟長洲嘅都冇。唔係好勁嗰啲斜坡，後尾高中同教同學教咗成個月都學唔到啊！哦，細個唔怕撲，好快學識，我諗都係啩。跟住你學識咗就，永遠都識㗎啦嘛。唔洗手啊，有洗手啊！呢啲好似有洗手啊，仲整埋啲水滲喺塊面度啊，降溫佢啊！灑啲水喺個頭同塊面度啊，降溫頸啊！清澈的水聲，因為係洗手盆隔離啊嘛。裝返我兩個後備碌，千祈唔好裝啊！一裝咗你十世都學唔識啊！千祈咪裝啊！因為踩單車最重要係平衡啊！你點樣踩個腳踏啊？咁樣你有力就踩到㗎啦，有腳就踩到㗎啦，係人都識㗎啦。你係要學個平衡感啊嘛！你有輔助轆點平衡啫？千祈唔好要輔助轆啊！